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健保的财务真案。讲到明年，健保的准备金就无够，恐惊就要破产咯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一定都要调起健保费，才会当挽救健保。到时阵，以1个月薪水5万块的上班族来讲，每一个月都要加纳61块到76块的健保费。那这个药品部分的负担是为200块起到300块。即摆摕慢性病药免付钱，到时阵嘛要收100块至200块。另外，这个检验检查费用上最都要付到3500块。再跟你提醒一下，你要吃的时候一定要坐下吃。遮济药啊，什么时阵爱食，一定要记好详细。重点是爱乖乖啊食，因为这每一粒药啊，拢是专门健保买的。敢若去年健保的支出药费都2083亿，占比是27.2%。检验检查新赔费用嘛有955亿，拢是历史新纪录。再加上健保准备金只剩个半月，也就是讲健保费一定要起，伊若无挡袂掉。那确实，我们有看到近年在检验检查还有药品的整个在健保总额费用的占率，确实是逐年在提升。配套去思考有没有办法透过这样的机制，用使用者付费来减少不当的使用。健保费率拍升为即卖4.69%，起到5.1%到5.2%。以月俸5万块的上班族来讲，每个月差不多要加纳61到76块。有关开上侪钱，药品部分负担嘛要起，为即卖200块起到300块。因过上有感觉的，应该是慢性病患者，为本来免钱的起到100到200块。检验检查费一年家己负担的上济到3500块。像磁共振就可能要到6000多块，但是像正子断层造影检查，那做一次检查就3万多块的费用。如果说的部分负担的金额这么低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是不是会还是让民众就是说对这个部分负担的这个金额太低而无感？医界普遍希望用使用者付费的概念，用较侪人纳较侪，用较少的就纳较少，这款原则来做分配。目前要伫收集各方的意见。若是通过时到找医生，就要加开钱。